早晨，大家好。今日由世紀21羽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大埔區一個私人屋苑南山。呢個售面積係741尺嘅3房1套嘅單位。好，帶大家入屋睇睇先。入屋左手邊係一個工人房或者儲物房。呢度擺咗一個鞋櫃。廚房有提供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、洗衣機。飯廳、客廳，飯廳呢度擺放咗一個好大嘅儲物櫃。客廳望出去係一個大露台，可以曬浪、種植。室內望出去係一個山景，非常之開揚。坐向東南，冬暖夏涼。睡房做咗一張高架床，分體式冷氣，旁邊亦都做咗一個高身嘅置頂衣櫃。房間望出去係正東。好啦，睇下其他嘅房間先。房間同廳同一個方向，都係望向南方。洗手間採用浴缸。主人房做咗一個高身衣櫃，窗台亦都擺放咗好多儲物，亦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主人房有2邊窗，光線充足。亦都可以望到樓下嘅會所。主人套廁亦都係採用浴缸，有窗，空氣流通。好啦，南山呢個屋苑呢，有一個大型嘅會所，分為4區，有健身室、室外、室內泳池、燒烤場、宴會廳等等。交通方面十分之方便，有屋苑專車去太和火車站，亦有綠色嘅專線小巴去大埔中心同大埔墟火車站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賣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羽田地產查詢。多謝。